2002年亞洲創歷史，巴西5封王。2002年世界盃係21世紀嘅第一屆世界盃，亦都係第一次由日本同埋韓國兩個國家合辦。喺世界盃歷史上面係具有非常特別意義嘅一屆比賽。對於亞洲人嚟講，呢屆賽事更加係非常難以忘懷，因為係第一次喺亞洲舉辦決賽周。最大得益當然係亞洲球迷，終於唔使因為時差問題而要捱夜睇比賽，令世界盃嘅氣氛喺亞洲區更加熾熱。可惜嘅亞洲區嘅氣候同埋時差，對於歐洲人同埋美洲人嚟講，似乎難以適應，所以絕大部分歐美傳統強隊嘅成績都令人失望。當然最令人失望嘅係1998年一屆攞到殿軍嘅荷蘭，縱然仍然係球星如雲，喺外圍賽就已經輸俾葡萄牙同埋愛爾蘭出局。法國、阿根廷、葡萄牙同埋意大利喺呢屆賽事令人非常失望嘅強隊。法國保留咗大部分1998年攞到世界盃冠軍嘅隊員，喺2000年歐洲盃同埋2001年喺日韓舉辦嘅洲際國家盃都攞到冠軍。喺賽前被視為最有力衛冕嘅球隊，而且陣容擁有英超金靴亨利、意甲金靴查斯古特同埋法甲金靴斯斯。但係最重要嘅斯丹就喺決賽周之前熱身賽受傷，令到佢無法喺對塞內加爾嘅第一場分組賽上陣。結果第一次參賽嘅塞內加爾就爆冷擊敗法國，是但喺第二場比賽都仍然唔可以上陣。結果法國只能夠以0-0打和烏拉圭。法國要出線嘅話，必須喺第三場分組賽擊敗丹麥。於是完全冇狀態而且仲未傷愈嘅斯丹只能夠勉強上陣。結果雖然佢幾咁努力，法國都係踢唔出水準。結果以0-2輸波，成為第一支冇入波就出局嘅上屆冠軍球隊。阿根廷以球星如雲嘅陣容喺18場南美洲區外圍賽贏咗13場。喺賽前亦都係另一支熱門爭冠球隊，就算分咗喺死亡之組，亦都有唔少球迷認為佢哋可以晉級。阿根廷喺第一場比賽就由巴迪斯圖達入球擊敗尼日利亞，但係第二場比賽對英格蘭被逼咸射入12碼擊敗，令到阿根廷必須擊敗瑞典先可以晉級。但係阿根廷喺總教練比爾沙嘅呆板戰術指揮之下，淪為進攻單調嘅球隊，仲被瑞典領先。仍然喺積分榜上面輸俾英格蘭同埋瑞典。40年嚟第一次喺分組賽出局。葡萄牙同埋意大利嘅失準就造就咗地主國之一嘅韓國創造歷史。葡萄牙喺費高等球星領導之下，喺2000年歐洲盃打入4強，令到外界對佢哋充滿期望。但係葡萄牙喺分組賽先輸咗俾美國，雖然喺第二場比賽擊敗波蘭。不過喺第三場分組賽就被韓國嘅朴智星攻破，喺分組賽就出局。相反，韓國喺分組賽第一場比賽擊敗波蘭，係韓國第一次喺世界盃決賽周贏波，而且喺分組賽以2勝1和嘅成績攞到小組首名，同另一個地主國日本一齊打入16強。韓國喺16強嘅對手係意大利，意大利喺分組賽第一場擊敗厄瓜多爾。不過第二場比賽就輸俾克羅地亞，喺第三場分組賽同墨西哥打和，同墨西哥一齊晉級。意大利喺16強雖然好早就打開紀錄，但係完場之前被韓國追和。到咗加時階段，意大利嘅托迪喺極具爭議之下攞到第2面黃牌，結果韓國喺差唔多完場之前由安貞煥頂入黃金入球，將意大利淘汰出局。作出多個爭議判決嘅厄瓜多爾球證摩利路成為全球球迷公敵。韓國喺8強同西班牙踢咗120分鐘都冇入波，結果洪明甫嘅12碼令到韓國成為史上第一支打入世界盃4強嘅亞洲球隊，成為亞洲之光。不過呢場比賽嘅球證又出現一啲令外界爭議嘅判決，成為唔少人喺比賽之後批判，甚至否定韓國隊成就嘅理由。當然唔理點樣啦，韓國都係將波放入對手嘅球門，攞到4強嘅入場券，係無可否認嘅事實。韓國喺4強嘅對手係德國，德國雖然係3屆冠軍，但係呢個時候遇上嚴重嘅青黃不接問題，喺外圍賽主場被宿敵英格蘭以1-5大敗。如果唔係波力克及時冒起，德國恐怕連決賽周都入唔到。不過德國喺第一場分組賽就以8-0大破實力好差嘅沙地阿拉伯。
然後德國打和愛爾蘭同埋擊敗喀麥隆，喺分組賽以首名晉級。高魯斯成為世界盃決賽周史上喺一屆比賽入5個頭球嘅球員。到咗淘汰賽階段，德國每一場比賽都贏得好辛苦，16強喺末段入波，先以1-0僅勝巴拉圭。8強由波利克入波，1-0擊敗美國。到咗4強，德國遇上無以為繼嘅韓國，亦都無計可施，結果都係由波利克射入唯一一個入球，終結韓國嘅神奇之旅。但係佢喺4強嘅時候累積咗2面黃牌，喺決賽無法上陣，令到巴西喺決賽贏得更輕鬆。於是巴西成為呢一屆比賽嘅最後贏家。巴西主將朗拿度自從喺上屆決賽離奇失準之後，喺跟住嗰4年之間，好似不斷循環咁，不斷受傷，甚至因傷休息咗接近2年半。巴西嘅成績亦都遇上低谷。喺2001年美洲杯8強，竟然輸俾洪都拉斯出局，喺外圍賽亦都幾乎出局。不過森巴兵團喺朗拿度復出之後，同李華道、朗拿天奴組成咗著名嘅3R 組合，喺決賽周大發神威，喺3場分組賽擊敗第一次打入決賽周嘅中國，以及土耳其同埋哥斯達黎加。然後喺16強遇上比利時嘅時候，幾乎先失波，但係球證唔知點解將比利時嘅入波判為無效。呢球其實非常有爭議，不過就好少有人提及。巴西後嚟連入2球擊敗比利時晉級。8強遇上英格蘭，雖然先被入波，但係就喺下半場由李華道同朗拿天奴各入1球反敗為勝。巴西喺4強再次遇上土耳其，由朗拿度射入唯一一個入球，令到突厥軍團再次稱神。不過土耳其喺季軍戰只係用咗10.08秒，就由哈根蘇古先開紀錄。呢個入球成為決賽周史上面最快嘅入球。結果土耳其擊敗韓國攞到季軍，亦都係繼16強淘汰日本之後，連敗2支地主國嘅球隊。有趣嘅係，成屆世界盃賽事裏面，佢哋一支歐洲球隊都冇遇到過。巴西同埋德國2支打入世界盃決賽次數最多嘅球隊，終於喺日本嘅橫濱作出佢哋史上第一次決賽相遇。可惜德國冇咗波利克，只係靠門神簡恩獨力支持之下，根本無法招架朗拿度嘅射門。結果喺決賽突然剪咗一個河童髮型嘅佢，梅開2度，將巴西帶上冠軍寶座。以隊長身份舉起世界盃獎座嘅卡庫，更成為目前唯一連續3屆世界盃決賽都上陣嘅球員。朗拿度就以8個入球將金靴獎帶走。簡恩縱然喺決賽失準，仍然攞起賽事最佳球員獎，亦都成為第一個攞到 MVP 嘅守門員。最後補充呢屆世界盃嘅另一個主辦國日本嘅戰績。日本首戰對上比利時，道本潤一同鈴木龍幸嘅入球，最終以2-2握手言和，取得隊史世界盃嘅第1分。最後日本迎來首場勝仗，道本潤一再度挺身而出，以致勝1球擊敗俄羅斯。第3場分組賽面對突尼西亞，日本再下一城，成功以小組首名昂然晉級16強。但係淘汰賽就留下遺憾，主帥杜斯亞喺對陣土耳其嘅時候作出令人費解嘅調動，將表現唔錯嘅鈴木龍幸、柳澤敦放喺後備席，但係就派出之前未曾上過陣嘅西澤明訓擔任正選。更令人意外嘅係，佢喺半場嘅時候換走成屆賽事表現最為出色嘅道本潤一。日本喺開局冇幾耐就遭遇失波，雖然之後全力反撲，仍然未能攀平比數，最終止步16強。The dream was over.